主内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吼，一礼拜真紧佫过去了，今仔佫再是拜日咯。特别伫即个疫情真厉害的时阵啊，即个点钟真侪人啊，心中仍然无平安啊，有诶即个疫情还未了。方太一个，搁再一个会来进入到菲律宾，所以互真侪人啊，真辛苦，吼。但是咱信主的人，靠着主的恩典，有主的力量，有主的同在，咱通放心，因为主看顾，伊是以马内利，甲咱同在。所以咱通安心伫主的内面这个月啊，是这个感恩月我相信伫咱经历到在各款的困难当中啊，咱也是同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咱有真多人向神来感恩，来学乐赞美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呢，也是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咱，来帮助咱，来加添咱的信心。所以咱三合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这个时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伫阮的内面来做安慰的工作。也使阮心灵内面有平安，特别是狂风暴雨当中，伫灾情真严重的时节，有真侪生理工作拢丧失了，有真侪在问题临到，有时毋知影要怎样应付，但是阮有上帝甲阮同在，会帮助阮头前所要行的每一步。拢有主甲阮同行，甲阮同在，阮通放心。亲爱的主，求你也借着今仔日的崇拜会，借着神你的话语来安慰、来帮助、来勉励阮，叫阮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向前奔跑。阮深信有一日，这个暴风雨拢要过去，太阳仍然高照伫空中。来感觉到上帝予阮的温暖甲恩典，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生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献上
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这一个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各位兄弟姊妹，咱有个人徛伫海外，有这个习惯，就是伫11月啊，是这个感恩的月，就是向上帝感恩，或者向咱的父母、向帮助咱的人有一个感恩，特别是向上帝，咱属于神的儿女、信主的人，应该着常常感恩、赞美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的题目呢，是要借着诗篇第100篇来讲到一个应当着感谢上帝，称颂伊的名，就是感恩的意思，阿罗上帝的意思。咱知影这个感恩啊，是一款的美德。咱人着学习会晓感恩，对咱的儿女啊，着教因怎样着感恩学习感恩的代志感恩对咱有恩典的人着向因感恩。然后有学习这款会晓感恩的人这个人啊，将来会比较较坎坷伊的性情会比较较稳定，伊做人会较合适，有真侪在品德方面会较升华。所以感恩啊，是一款的美德，那么属上帝的儿女的人啊，最悬的敬拜，也就是感恩。颂赞阿罗上帝名，来荣耀上帝名，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也是神的旨意。有一本种的真道的手册内面头一句是发出一个问题，而且佫家己回答。伊安尼讲伊的问题是讲：人主要的目的是啥物啊？人的主要目的是啥物？伊答：伊讲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来享受神。伊早讲到人伫世间最得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会晓咧荣耀神信主了后，就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借着感恩甲赞美来荣耀上帝，借着生活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名。伫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安尼讲，伊讲：凡称呼我名的人是我为着家己的荣耀来制造的，来做出来，是我
所造成是所造作出来。所以人的皮造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咱作为这个神的儿女啊，咱皮造是被上帝制造出来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咱着逐日来学了咱的神，来荣耀上帝的名。哥林多10章第31节安尼讲，所以恁啊，无论是食还是啉，无论做什么，拢着为着荣耀神来行。无论是食是啉，无论做什么，拢着为着目的就是来荣耀神的名来行。这个是一个真大的敬拜，真大的这个崇拜对神的崇拜。那么这个感恩甲这个赞美常常是并行的。那么什么是赞美神呢？赞美神毋是孤单唱一段赞美的歌心中无什么感动就是赞美神毋是啊，应该着嘴唱心和，意思就是说咱嘴唱出来怀歌词真水但是咱心内也是着交怀歌词怀歌词会合做一个所以这个赞美神、感谢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神的这个认可 acknowledge， 对神的认可上帝你是一位大有权能的神我承认你我赞美你，是荣誉对神的这款的荣誉甲敬拜。所以赞美感恩是对神的敬拜甲对神的荣耀，来称颂神的名，来阿罗神的名，是对内心发出来。并且咱伫咧赞美来感恩的时阵，咱着存着一个什么存着这个感恩的心，存着这个将一切重担放落的心的迄款的心态。毋通将一切问题摕伫咱的内面，咱伫咧赞美咧感恩时，就真情的放松咱家己，来向上帝来赞美、来感恩来歌颂上帝的名，来感谢伊一切的恩惠、一切恩典。那么这个感恩呢，是上帝的旨意，赞美也是上帝的旨意。伫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6节到18节安尼讲，恁着常常喜乐，无停的祈祷，凡事谢恩。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就是逐项代志凡事，无论大无论小的代志无论是轻无论是重的代志，凡事着谢恩。因为这是神伫基督耶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旨意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咱着凡事谢恩，咱着向神赞美阿罗伊的名。那么咱来读这个诗篇接着这个诗篇第100篇来讲咱这个感恩的代志诗篇100篇安尼讲，普天的着向耶和华欢呼，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着来向伊歌唱。恁着会晓得耶和华是神，咱是伊造的，也是属伊的。咱是伊的民，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顶的羊。着称谢进入伊的门，着赞美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代，伊的信实直到万代。
虽然这个诗篇100篇哦是简单的5节，真短5节内面啊，但是啊，伫这几节当中啊，来叫咱啊学习要怎样来感谢上帝，来侍奉上帝啊，咱来明白这位耶和华神是谁啊。好，来第一节的安尼讲，第一节伊讲普天下着向耶和华欢呼。再讲普天下，什么人应该着向上帝感恩，来向上帝来赞美呢？圣经讲普天下，普天下，普天下就是全世界的人啊，天下的人。为什么全世界普天下的人得来向上帝来感谢，得来学了赞美伊呢？因为咱人类是上帝所造的，普天下的人，全世界的人是上帝所疼的，是上帝所愿意拯救的，愿意得人类得到福气的。所以圣经安尼讲，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牺牲伊的独生子耶稣，好要成事予咱。叫一切信义的人不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好，一直是上帝一听是全人类啊，神爱世人，是普天下的人。哦，直到有讲到另外这个代名词啊，恁，佮咁阮啊，你们。我们意思就是普天下的人哈，有恁遮，有甲阮遮属神的囝哩，或者有的人也搁咧追求认识上帝啊，或者恁唔知影这位上帝是谁啊，但是恁就知影哈，这位咱人是伊所做的，咱人是属伊的，咱人应该就会晓感恩啊！伊使了这个日头光啊，使了雨水。是为着好人啊，为着歹人，吼！伊互咱粮食，吼！这个春季落雨，夏季种田，秋季啊收成。上帝赐美牛，互全世界的人来享受，人来食用。所以咱应该着向上帝来感恩。唔单单是基督徒，普天下的人应该着向这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互咱的供应咱的一切身躯顶面各款的需要，咱着向伊感恩。所以说，普天下着向耶和华来欢呼、来感恩、来赞美伊。第二呢，咱要讲到为什么着感谢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啊？有几点？头一点呢，就是因为耶和华是神啊，而且是真神啊。世界顶哦，哇！我看迄个是神，石头神，树是树神啊，石头是石头神，天顶有星的神啊，看到伟人啊，伟大的人物啊，将伊当作神啊，动物啊当作神啊，蛇当作神，像牛跩。动物当作神，但是圣经敢若讲说，恁着会晓得，咱着知影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是真神啊。什么叫是真神啊？什么是假神啊？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这个创造者，伊是真神。好，咱有时咱唔知影。到底这个神是啥啊？但是当咱读到圣经的时阵，咱会知影。当咱看到这个天顶的这星球哦咧运行，真有气势哦的时阵啊，咱会知啊，这个天地应该是由一个满有智慧甲权柄的人啊，来控制着这个宇宙万物啊，哈，有一个真神来创造的，无那会反奇妙啊！吼，这个日头。甲月亮交地球的距离，敢若较拄好啊，也袂较低，也袂较减。吼，虽然有较加减，就是有要分春夏秋冬的原因，但是伊袂用个真近，也袂用真远的去赶死啊，真近咱会去热死、烧死。
所以这个天地万物啊，有这个创造者就是上帝。伊有权柄，这位上帝啊是有权能、有权柄的上帝啊。圣经内面有真侪故事，有真侪发生的代志，甲门徒啊，连风甲浪拢听上耶稣的命令。伊会赶鬼，有权柄来赶鬼，医病，然后叫死人复活啊！有法人将这个红海啊，安尼分开，行大路过去。上帝这主耶稣行了真侪神力技术啊！看见伊有权柄，有迄个能力，伊是真神啊！这个神哦，毋是人制造出来，是家己有永远有伊启示人个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就是家己有，佮永远的有，就是伊无竞争的上帝是永远的，袂了袂煞的。假神这风吹拍日去过落去河咧、水咧，这一淡咧就扬起了。是一张画的。假神是啥物啊？假神是金银铜铁各款的金属来制造人的手制造出来，用土来捏出来，是用手画出来、画图出来啥物人物、大人物，是天顶的鸟兽这动物各款的物件，将伊个制造出来，然后来敬拜，将伊当作神，这是神吗？人比伊较聪明，有法人制造伊，跩被造的伊会做人袂？袂所以人常常伊的属灵的目睭痴迷咯，毋明白。可能人真有智慧，会制造飞机、制造轮船用头脑去赚遐侪钱，或者是欺骗人真侪钱。做真侪歹代志，真有头脑，但是对神、对真神的却是变愚妄去属灵的目睭变痴迷去了，毋明白真假咯，毋知影倒一个是真神咯。所以圣经讲说，恁就会晓得耶和华是神啊，是真神啊，毋是假神啊。第二，所以咱应该就来学了这位真神反正来控制、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刷落去，为什么咱就感恩、咱就赞美上帝呢？是因为耶和华有做了一件代志因为咱们咱讲了，因为咱是上帝所做的，咱人类是神所做的。咱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咱就清楚神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到第六日，伊做什么，清清楚楚甲咱讲，真有气势就真有科学。第二，因为咱人是属伊的因为伊做咱就属上帝属是啥物？归属的。归属伊咱毋是属魔鬼的，咱是属神的，属一位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所管理。咱是属伊的，毋是属迄个要害咱的魔鬼撒旦的所以彼得前书2章9节安尼讲：独恁是被拣选的族类咱属神的囝儿信主的人是被拣选出来，伫万千千万万人拣选出来，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尊贵的身份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咱是属神的国度，也是属神的百姓，所以咱感觉真荣耀，咱有真贵的身份，有真尊贵的一个身份毋是可人看真假的这个身份所以咱就荣耀神，咱并且咱属神的囝儿是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用重的价
真贵重的生命的价值哦，将咱维赎起来。本来咱是罪的路财，现在将咱甲你拯救出来，哈，叫做这个尊贵属于神的行里，伊的子民哈，并且要伫咱的身顶要来荣耀上帝的名啊！咱属于神的子民，咱叫做上帝的产业咯。那上帝的产业是真看重咱的，啊，保护咱的，吼，哎，真贵重的产业。感谢主。第三呢，哈，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咱是属伊的。第三点是讲到，咱是伊的子民啊，子民就是百姓啊。好，是咱若是一个国家的子民，咱就属迄个国家来管的，所以咱是属上帝的管辖。这个管辖的意思是属上帝所保护、所听的。比如说，咱伫某的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即蝗灾拄着什么灾难，这个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有迄个权利，有迄个责任，通来保护伊的国民。来爱这个国民，来管理这个国民，所以咱是属上帝的子民啊，属于便是，咱是属上帝来管理，是属上帝所听的，是属上帝所保护的啊。咱在百姓一定顺服上帝的旨意，甲伊的驾驶啊。所以咱是属也是属神来带领引带咱的道路。平安的道路，幸福的道路。那么，咱呢，也是圣经讲说，恁是我草场顶的羊，恁是我草场顶的羊。当咱想到说，咱在百姓也是上帝的羊群的时阵，咱就想到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讲：“伊说我是好牧者，我是为羊来牺牲生命的，来舍命的。所以，咱是上帝的羊。那么，这个好牧者就按时来供应这羊食的问题、徛的问题、喙大的问题、线的问题。伊带咱去青草地顶通休息，通食草。咱喙大咯，带咱到溪水边通啉水。意思就是说，咱是上帝的羊伊照顾咱，伊知影咱一切的需要，伊知影咱心灵的需要，叫肉体顶面的需要，伊会带领咱有一个安息的水边，通休息的青草地顶，所以。通咱的身躯灵魂得到帮助，咱感谢上帝。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所做的，咱是伊草场顶的羊，咱是真福气的。说落去，咱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上帝呢？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伊是一位怎样？伊的本性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啊！咱就看到真侪假神啊，看到一身野恶的，像个插头，还是人做哇！伊这个人伊的本性是啥物啊？是有慈爱无？是有信实的无？是有种个公义的无？咱唔知影，但是神伫伊的启示当中互咱明白这位神是怎样。所以诗篇100篇的第5节，耶和华本为善。伊讲耶和华本为善，善是善良，英文是 good， 是好。耶和华是好的神，是善的神，是 good 的神。所以咱相信这位。有个善良对咱好有慈爱的神，自然咱做伊的百姓咱通放心，咱也通安心我细汉常常看到迄不是内面庙内面有大仙的个也屋个面面红红个管刀各款的武器底下看到真惊，突然真惊。
但是这位上帝是满有慈爱、良善、信实的上帝，所以咱是伊的子民，咱是伊的囝儿哦。咱自然对伊有一款的感恩的心。当咱的父母怎样疼咱，怎样关心咱，互咱教育，互咱食，互咱看病，甲咱医病，甲咱照顾，看到咱的父母怎样的慈爱，怎样疼的时阵，咱做囝儿应该也是着对父母这款的感恩的心通安心你毋知也会记你细汉的时阵当你破病的时阵，你父母伫你身边你老母互你食特别煮好食的煮暗糜互你食药关心几点到几点就食真关心，互你感觉到有老母伫你的身边的时阵你感觉真安心真满足感就是安尼，咱的上帝就是安尼所以诗篇第145篇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伫伊一切所行的代志无不公义，意思就是拢是公义的。伫伊一切所做的代志拢是有慈爱的咱的上帝既然是有慈爱，阁有公义的，咱做伊的囝儿，咱应该着感恩这位遮疼咱的上帝，咱亲像咱对父母的感恩，因为伊真疼咱，供应咱一切的需要。圣经佫讲，上帝是磐石，伊的作为是完全的，伊所行的无不公义，伊是诚实的无为的神伊是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一位这款的上帝咱应该着感恩，咱应该着学了伊是良善的一位上帝。第二，伊讲伊的慈爱存到永永远远第7节诗篇第45篇第7节来讲，伊伫伊一切所做的代志顶面拢有慈爱诗篇23篇第6节安尼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甲慈爱缀着我，随着我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啥讲咧？讲咱一生一世若有上帝的慈爱、恩惠要跟缀着咱你还阁会惊吓袂？你还阁会烦恼袂？咱毋免惊，也毋免烦恼，咱通放100万万的心，放心有时咧叫我开玩笑你着放心。我的心要放在倒落你放心对你放心要放在哪里咱就放伫神的内面，伊互咱安心，互咱放心。佫说咧，除了上帝是良善的，伊是慈爱的。一搭佫讲第5节讲，伊的信实直到永远。这就讲到信实，什么是信实信实就是有信用就是诺言伊 promise 伊一定会做到。比如说，上帝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咱实在信主了后，上帝将迄个永生互咱，并且要赦免咱的罪要称呼咱成做伊的囝儿。上帝讲，伊说将来向夏娃甲亚当甲一只魔鬼迄个蛇讲有言说，将来这个女人要生一个伊的后裔伊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伊的骹棍这个就是有言到将来这个女人玛利亚要生耶稣独一的这个救主。要来拯救世间人，其实预言结果呢有实现无？实现咯已经成做过去的一项代志了。所以神是信实的，伊若有应允一定会实现。圣经每一句话，每一个预言都按照预言一项一项无差的、无误的来应验咯。因为神是无骗，毋是欺骗的上帝。上帝是不说谎的，
无讲白贼话，无欺骗的。伊是绝对信实，也绝对有能力，有迄个权柄来做伊应该实现的代志。所以感谢主吼，咱的上帝是这位哈。那么，咱要怎样来感谢呢？要怎样来感谢呢？伊第4节讲，伊说：着称谢进入伊的门，着赞美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来称颂伊的名啊！即来，伊说着称谢进入伊的门，来赞美进入伊的院来感谢伊称颂伊的名。这个原文是讲到，咱着用感谢的心来进入伊的门，来用意思就是拿行拿进入迄个门的时阵，拿赞美拿感谢，进入伊的院，佮刷落去伫圣殿的水门才有院到院的内面就愈来愈近拿行拿赞美拿感恩。进入伊来赞美伊、称颂伊的名，伊的意思就是说，当咱伫咧生活当中拿行的时阵，咱拿日子如过，拿亲近神，进入伊的门，结果进入伊的院，佮进入伊的最深入的迄个部分，就是这个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徛处，咱就是进入伊的门，进入伊的院，就来到伊的面头前来学乐赞美伊。这个是代表说咱一个信主的人日子如故生活的见证，如哪行哪有赞美，对神的认识愈来愈深，愈来愈听，愈来愈知影这个神的旨意是啥物所以咱在底下来感恩，来赞美伊。伊说：恁着乐意侍奉，乐意侍奉。咱要侍奉神，着存着这个乐意的心。这个侍奉就是敬拜，是专心专意投入神的圣工，并且伫生活顶面有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来做上帝的工，来侍奉伊。所以咱要感恩毋是真坐咧遐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得有行动的，得有行动，咱着乐意来侍奉伊，用见证，用投入，真来荣耀上帝的圣名。咱若是注意的时阵咱看这个第100篇诗篇内面汉文的圣经有7摆讲到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当是啥物啊？你们恁着是命令式的，恁着干哪只？篇说第1节讲恁着欢呼，着 joy praise第2节恁着干哪只？恁着来侍奉。第2节佫再讲恁着来第3节佫着会晓得，会晓得。第4节着进入，当进入。第4节讲当感谢，应该着感谢。第4节佫再讲，恁着称颂耶和华你们当，你当的意思是着应该是一款命令式的。所以伫神的话语当中有真侪命令叫咱着做。咱若是做到咱就得着约束；咱若做到了，咱若是做着了，咱若是服从神的话，咱就得到约束。因为圣经是真对咱真有诗篇第19篇迄搭有讲到真侪真水的，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有法通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当愚妄的人得到智慧。第8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有法通互人的心会欢喜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互人目睭会清洁的明亮人的目睭耶和华的道理真清气，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信实的，是全然公义的。比金更较羡慕，
比极多的精金可达的羡慕，比蜜搁较甜啊，比迄个蜜芳哦，迄个芳蜜诶，迄个芳吼，迄个芳手滴落来诶蜜哦，搁较甜啊。伊说，况且你诶仆人哦，就得到警醒警戒，守着跩神诶话语，就大有赏赐。哇，真好哈！即上啊知影家己诶错失呢啊，愿你赦免阮一切严刑未显诶。温利未显的过错，咱读神的话，咱就知影家己的毋对，咱的结果是啥物啊？求你难做仆人所犯的任意妄为的一寡罪，有时无意中咱犯一寡罪啊。神的话语哦，有法通帮助咱难做跩罪恶的代志。伊说无用跩罪来克制咱啊。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你口中的言语、心内的意念，伫你面前得到悦纳，蒙悦纳。哇！所以神的话哦，互咱真大的警醒。所以圣经有真侪，咱若是遵守吼，咱就得到真大的平安。譬如说。上帝叫咱着常常喜乐，咱有常常喜乐无？咱常常忧愁吼，咱身体就无健康咯。上帝甲咱讲，你着常常祈祷，毋通灰心。咱有真侪问题啊，袂晓去祈祷圣经甲咱讲，咱着会晓饶恕别人，原谅别人，咱会晓原谅别人，饶恕别人袂？恁的受气毋通犯罪啊，毋通受气到日落啊。但是咱的受气哦，常常长久啊，几落年这个气袂落啊。咱若是常常有迄个气哦，伫内面哦受熏，伫咱的心内吼，咱就真过破病啊。上帝神的话语是恁着听上帝，听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有福气的。伊叫咱着听人亲像家己。伊叫上帝佫讲，神的话讲，说施比受佫较有福气。施就是互别人，比接受啊佫较得到福气。上帝叫咱毋通论断人，上帝叫咱毋通伫背后批评人。上帝叫咱着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就得到永生。上帝叫咱着敬畏耶和华，神的甲咱讲，叫咱毋通追究。毋通贪财，毋通贪心，毋通骄傲。咱着学习谦卑，咱着温柔，咱着毋通争拗受气，咱着会晓节制，咱着以温主相待，毋通以怨愤、仇恨来彼此对待。我等于咱人吼来按照神的话去行，我相信咱是一个最得有福气的人，咱的身躯的健康哦，会大大的进步。咱的心灵内面满有平安，满有喜乐，这是愿意上帝愿意祝福互人的。但是咱人愿意也无呢。我盼望咱的学习感恩甲赞美。伫我早起5点外钟至6点左右，我伫厝顶天台咧，就是步行行路。行路，赞美，感恩，为兄弟姊妹祈祷。时间真紧，1点钟就过去了。但是祈祷了后，身体有较有力量，心中的喜乐甲平安。我相信咱若安尼做，是上帝做得欢喜，但是咱愿意安尼做。诗篇100篇，甲咱讲，咱属神的行理。应该着感恩，向神感恩，向神来阿罗赞美，咱三个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今仔借着这个诗篇100篇来提醒阮需要逐日的来向你感恩。上帝，你的恩惠一生一世是何等的大，阮会数算袂了，大项细项的恩典。阮应该着感恩，上帝啊！有时阮只会晓对好的代志感恩，对无好的代志，阮就咒诅，阮就生气，阮就
无搁再来亲近神哦，甚至将受粉伫人的心中，求主你怜悯阮，互阮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甲赞伊、学乐上帝、荣耀上帝的心。当阮安尼做的时阵，阮知影，阮是一个世界中最底蒙恩蒙福的人。即款的福气要直到永远，感谢你，求上帝你将即款的福气恩典赐托你的正行里，凡那是顺服接受你的旨意的，上帝立刻要祝福，感谢你，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